立法會喺6月13號繼續財委會會議，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。立法會保安森嚴，示威者喺下晝開始已經坐喺立法會前方和平集會，觀看會議直播。場內財委會會議入面，泛民議員對議案提出幾百項嘅修訂，希望拉布。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後嚟剪布，否決咗大部分議案並限制議員發言。夜晚大約9點鐘，示威者不滿拉布，拉開咗喺立法會前面嘅鐵馬，嘗試衝入會場。情況混亂，有示威者跌倒。校園電視記者喺扶起跌倒在場記者嘅時候，亦都被鐵馬壓到腳部受傷。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噴向示威者同埋喺前方拍攝嘅記者。後嚟警方包括防暴警察組成人鏈，迫使示威者退後。其後示威者坐喺地上面表示不撤回、不退場。不撤回、不撤回、不退場、不退場、不撤回、不撤回、不退場、不退場。至少3名港大同學，分別為學生會會長梁麗國同埋2名前學院編輯，繼續留守支持示威人士。凌晨大約3點鐘，警方將佢哋逐個抬離現場。當中包括梁麗國同埋其他學聯成員。不退場，不退場，不撤回，不撤回，不退場，不退場。其餘人士包括早前嘅2名前學院編輯同埋其他港大學生，則喺場外繼續聲援。警方選擇性拘捕某啲示威者，將佢哋帶上警車。校園電視記者張海晴報導。